加沙冲突严重，美国最近伫加沙海岸附近搭临时码头，最近顺利甲第一批物资送入去互包围的地区。另外，以色列最近伫国际法院辩论的时，是互民众化工因立功被杀。在真侪物件卡车也伫行，民众就着急冲进去，想要赶紧来领取这个保命物资。加沙地区互以色列军队围困个月，真侪人拢强要死啊！即阵由美国所起的临时的码头，将有伫加沙附近的海岸就位啊。有期这几天有500多吨来自欧美甲阿拉伯国家的物资，对海上建立这个围困的所在。 Through the Humanitarian Maritime Corridor, USAID plans to provide initial contributions of more than 170 metric tons of nutrient-rich food bars to support 11,000 of the most vulnerable children and adults. Ready-to-use therapeutic foods to treat more than 7,200 cases of severe wasting in children. 南非是第3摆向联合国国际法院控告以色列种族灭绝，16就提出证据指出，以军的行动对一开始就拍算消灭巴勒斯坦人。伊方的律师是伫17个辩护中强烈否认这指控，搁再要求法官驳回撤军的要求。不过伫辩护过程中，向向互一个人大喊骗子。 Israel today tried to draw a parallel reality which does not exist, and I think it is exposed in the sense that every international and relevant body have spoken against such claims. 伫这时阵，以军并无停下行动，17向约旦河西岸铁岭的难民营发动空袭，造成一个武装分子死亡，也有8人受伤。另外，以色列军方是讲，部队找到3具互哈马斯掠去的连接的遗体，死亡人数已经有37人。去年10月，哈马斯掠走250多名以色列人，这以外有125人也无倒转来。公视新闻杨干编译。